大家好，各位有冇想象過，如果有一日你個國家話要通緝逮捕你，而你身處異鄉，求救無門，你會點做呢？呢啲事唔係天方夜譚，而係自古以嚟一直都發生緊。今日我想分享嘅係3個關於跨境追捕同埋體制之惡嘅故事。我哋會由127年前孫中山喺倫敦公使館嗰一場驚心動魄嘅經歷講起。嗰一次唔單止係外交風波，更加係一個關於人性抉擇嘅起點。跟住我哋會借李怡先生嘅筆觸同埋視角，回溯伍子胥嗰種壯烈嘅大復仇精神，睇清楚當司法淪為政治工具嗰陣，人類最原始嘅反抗邏輯。最後我哋睇返20世紀最冰冷嘅哲學概念，平庸之惡，拆解嗰啲執行惡政嘅普通人究竟係點樣將自己嘅靈魂出賣。如果法律已經唔可以保護你，你會選擇逃亡、復仇定係服從？我哋而家開始。喺1895年，孫中山喺倫敦中國大使館被擄走嘅經過。如果孫中山聽人勸告，就唔會出現呢件驚險萬分嘅老人事件。如果唔係英國人幫手，佢好大機會會冇命。領事館係一個國家駐派外地處理外交事務嘅機關，理論上職員享有外交豁免權。如果有案件喺領事館之內發生，所在國嘅司法機構往往難以追查，有時甚至會引發外交風波。當中國正值晚清時期，經過一連串同列強嘅戰爭，被迫打開門戶進入世界體系之後，喺1896年就發生咗一場知名領事館老人風波。革命黨領袖孫中山被綁架去大清駐倫敦公使館。1895年，孫中山同埋興中會嘅戰友策動咗一場武裝起義，歷史稱為廣州起義。本來興中會打算先佔領廣州，然後揮軍北上，但係因為機密外泄而流產，其中陸浩東等多個成員更被清廷處死。孫中山於是開始流亡生涯，輾轉去到日本、美國，繼續籌備革命事業，並且喺1896年去到英國利物浦，之後喺10月1號到倫敦。其中一個目的係探望喺香港學醫嗰陣2個英國老師，一位係康德黎，另一位係孟生。其中康德黎仲同佢安排咗客棧。孫中山喺1897年署名撰寫嘅《倫敦蒙難記》記載咗後來被擄嘅經過。當時大清公使館位於倫敦49號 Portland Place， 亦即係今日嘅中華人民共和國領事館所在地，距離孫中山所住嘅客棧只有唔夠3公里嘅路程，而且係由客棧到康德黎屋企嘅必經之處。根據倫敦蒙難記所描述，孟生同埋康德黎太太都曾經警告孫中山盡量唔好接近大清公使館。康德黎太太仲提醒佢，公使館職員可能會綁架孫中山回國。孫中山後來多次行過大清公使館門口，公使館嘅職員亦都覺察到佢可能係被通緝嘅革命黨領袖。駐英公使龔照煥向駐美公使楊瑜確定孫中山嘅容貌特徵同埋身份之後，決定諗辦法捉拿佢。10月11號，孫中山約咗康德黎，打算一齊去教堂做禮拜，所以再次經過大清公使館。呢個時候有2個中國人接近孫中山，話邀請佢去屋企飲茶。後來將孫中山推咗入一間屋，
孫中山就咁樣被扣押喺大清公使館。喺公使館之內，佢除咗被中國人盤問，仲被公使館嘅英國籍參贊馬卡尼盤問。孫中山又遇到兩個英國工人，其中一個叫做科爾 George Cole。孫中山想佢哋送信俾康德黎，兩個工人曾經答應，但後來放咗飛機。其中一個綁架孫中山，自稱唐先生嘅人，恐嚇佢話公使館會將佢運去香港外海，轉交俾滿清水師，又話公使館係中國領土，其他國家唔能夠干涉。佢話希望呢次成功捉拿孫中山，咁自己就升官發財。10月16號，孫中山鼓起勇氣，再求科爾幫忙。呢次佢將自己比喻為被土耳其迫害嘅亞美尼亞基督徒，佢覺得英國人會比較熟悉呢件事，而同情佢。佢形容因為自己係基督徒，希望建立更美好嘅政府，而被中國皇帝追殺。佢咁樣同科爾講：我條命喺你嘅手，如果你將呢件事公諸於世，我就有救；否則我一定被處決。你會拯救一條生命，定係任由佢就咁就冇咗？你覺得邊樣事更加重要？侍奉天主定係侍奉主人？侍奉榮耀正義嘅英國政府，定係腐敗嘅中國政府？最終科爾決定幫孫中山，將佢嘅便條交俾康德黎。康德黎知道事件之後，聯同孟生去英國外交部、警察局報案，又監視公使館嘅一舉一動，防止佢哋偷運孫中山出境，同時接觸多份報章，希望製造輿論。最後，倫敦世界報刊登咗孫中山被公使館綁架嘅新聞，英國朝野亦都紛紛譴責大清公使館，認為行動完全超越咗外交權利。初時，駐英公使龔照煥死都唔肯放人，後來時任英國首相梳士巴利侯爵就親自介入，威脅驅逐所有滿清外交官。最終喺10月23號，孫中山重新得到自由，前後被扣留12日。經過呢件事之後，孫中山成為國際知名嘅人物。佢直到1897年7月先至離開倫敦。聽完孫中山喺公使館內對科爾嗰一段靈魂拷問，我哋不禁會問：點解一個政權會不惜喺國際舞台上出醜，都要跨國綁架一個異見者呢？孫中山最後走得甩，唔係因為制度本身運作正常，而係因為有人肯出聲，有輿論壓力，令事件曝光。但呢一種甩難其實係好偶然。如果冇人幫你出聲，如果你面對嘅係一個乜顧忌都冇嘅政權，有至高無上，唔需要任何解釋嘅權力，咁人仲有咩選擇呢？有啲人會選擇忍，但有啲人會選擇另外一條路。極端嘅行為就係反映制度已經去到一個失效嘅狀態。國家級嘅迫害喺中國嘅歷史早有先例。當年伍子胥嘅父兄俾楚平王冤殺，佢喺逃亡嘅過程，心境可能同喺倫敦被困嘅孫中山如出一轍。李怡先生曾經好精闢咁樣指出，當一個體制健全嘅司法崩壞，變成政治操控嘅玩物，佢就唔再係社會嘅防線，而係眾人被逼流亡同埋還拖嘅根源。孫中山選擇咗革命，而伍子胥就選擇咗毀滅一個王朝。呢種大復仇精神，其實係對腐敗權力最後，亦都係最悲壯嘅制衡。伍子胥係春秋時期楚國人，
與孔子同時代。伍子胥嘅父親伍車係楚平王嘅太子建嘅太傅，太傅即係老師。因為被殘害，伍車同埋大仔伍尚一齊被楚平王所殺。伍子胥走咗去吳國，被吳王接納並且重用。伍子胥其後率領吳國軍隊攻入楚國都城，為報父兄之仇，佢掘開楚平王嘅墳墓，用好極端嘅方式發洩仇恨，留低歷史上有名嘅復仇故事。中國先秦史籍好似《左傳》、《國語》、《韓非子》、《呂氏春秋》、《戰國策》等等，都提到伍子胥復仇嘅事，而且都充滿同情同埋讚美。史記作者司馬遷稱讚伍子胥為烈丈夫，佢咁樣講：如果伍子胥同父親伍車一齊受死，佢同劉毅有咩分別呢？伍子胥放棄聽從君命嘅小義，說咗大恥，名垂後世。率領吳軍攻破自己嘅祖國，點解冇人鬧佢係楚奸呢？佢用咁極端嘅方式對付楚平王，點解冇人鬧佢對君主大不忠呢？楊鵬認為伍子胥嘅行為喺春秋戰國時期嘅人們心中係大孝行，即使呢種大孝行以不忠於祖國同楚王為前提。血親復仇嘅大孝與忠於君王同國家嘅大忠，兩者有咗矛盾，於是所謂忠孝不能兩全。中國春秋戰國時代主流理論以孝為本，孝高於忠，家高於國。禮記子貢問孔子，對於殺父母嘅仇人應該採取啲乜嘢態度？孔子咁樣講：瞓覺要瞓草席，要用盾牌嚟做枕頭，唔做官，同仇人不共戴天。如果喺市集或者朝廷遇到仇人，唔使返去立架撐，應該馬上喐手開拖。孔子又認為父親兒子觸犯國法，唔單止唔能夠舉報，而且必須子為父隱，父為子隱。隱嘅意思就係隱瞞。戰國國典楚武嘅竹簡六德上面咁樣寫：為父絕君，不為君絕父。為咗父親可以拒絕君主，但係唔能夠為咗君主去拒絕父親。伍子胥嘅復仇令我哋感受到反抗者嘅憤怒，可以去到好極端，甚至死咗都唔放過，唔係單純情緒上嘅宣洩。但我哋好容易忽略故事嘅另外一面。邊個幫楚平王殺人？喺倫敦公使館目無表情扣押孫中山嗰個又係邊個？更值得問嘅問題係，點解一個制度可以令還拖變得咁合理，甚至被讚賞？再問深一層，當一個制度開始偏離，本來應該守住底線嘅人，點解會一步一步選擇服從，而唔係停止？好多人都唔係天生嘅魔鬼，佢哋可能只係同我同你一樣，諗住打份工等出糧嘅普通人。咁就帶出漢娜·鄂蘭所講嘅平庸之惡。嗰啲喺納粹集中營數人頭嘅官員，或者喺公使館嗰啲唯命是從嘅職員，佢哋最大嘅罪行唔係麻木不仁，而係拒絕思考。當一個人將自己同體制嘅機器完全同化，佢嘅冷漠同埋專業就成為惡魔最鋒利嘅刀片。乜嘢叫做平庸之惡？邊個提出呢個觀點先呢？就係 Hannah Arendt， 台灣譯名叫做漢娜·鄂蘭，係美籍猶太裔政治學家，原籍德國。佢喺有關極權主義嘅研究著稱西方思想界。鄂蘭被廣泛認為係20世紀最重要嘅哲學家之一，但佢本人始終拒絕呢一個標籤。平庸之惡係指喺意識形態機器下冇思想、
冇責任嘅罪犯。呢種惡係因為冇經過思考，將個人完全同化於體制裏面，服從體制嘅安排，默認體制本身隱含嘅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為，或者成為唔道德體制嘅毫不猶豫執行者，或者雖然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憑體制本身被自己嘅冷漠行為俾一個非關道德問題嘅辯護，從而狡辯或者掩蓋個人道德上嘅錯誤。惡係平庸嘅，因為你我都係常人，都可能墮入其中。佢哋嘅行為唔一定窮兇極惡，只不過係唯命是從，等升職。喺呢個現代中國體制之中，中國人平庸之惡嘅基本表現，喺中國社會傳統思想裏面，聽話向上，讀書成績好，為人低調，做事從來唔出軌，呢啲確實係中國文化所認同嘅好人標準。一般社會一般情況下，平庸本身並無罪惡，只係平庸被利用之後所產生嘅罪惡。喺呢種平庸之惡中，平庸並唔代表無知，係代表缺乏思維。平庸之惡嘅主角 Adolf Eichmann， 中文譯名叫做艾希曼，即使去到天涯海角，最後都係被捕同埋處死。艾希曼出生於德國科隆附近小鎮一個基督教中產家庭，後來搬去奧地利城市林茲。佢嘅前半段人生好平淡，曾經參加過學校運動隊，識得拉小提琴，成績就麻麻。本來讀職業學院嘅工程學課程，但佢畢唔到業，只好先後做個礦工同埋電器店售貨員。1932年，一事無成嘅佢加入咗奧地利納粹黨，呢個黨被禁之後又翻返去德國。1934年做咗親衛隊下士，負責管理惡名昭彰嘅達豪集中營。期間佢結識黨核心人物海德里希，同時艾希曼亦都積極鑽研猶太文化，經常走去國內嘅猶太社區學習希伯來文同埋意第緒語，慢慢成為黨內少數嘅猶太專家，因而得到海德里希嘅注意，自此平步青雲。今日分享嗰3個故事，都係問同一個問題：我哋同惡魔嘅距離究竟有幾遠？當制度開始鬆動，甚至開始調轉去利用人嘅時候，人唔一定即刻變壞，而係會慢慢習慣。由孫中山嘅經歷，我哋睇到極權跨國管轄嘅荒謬；由伍子胥嘅復仇，我哋體會到司法不公逼出嚟嘅極端。而平庸之惡就好似一塊鏡提醒我哋，如果我哋放棄獨立思考，只係滿足做體制嗰一粒聽話嘅螺絲釘，我哋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呢部國家機器，製造悲劇嗰一個。有人會成為受害者，有人會被逼反擊，但亦都有人會繼續做自己原本做緊嘅嘢，但佢哋唔再質疑事情嘅對錯。而最難察覺，往往唔係極端時刻，而係日常。行之有效呢個詞特別值得警惕。歷史會不斷重演，或者係因為我哋硬係以為自己係當刻嘅英雄，但要記得提醒自己，千萬唔好成為嗰個平庸嘅執行者。多謝收聽。嗯。